镜周刊报道，过新年穿新衣，蔡依林最爱在浴室全裸跳舞。蔡依林照着镜子好好的看着自己，毫不羞涩地盯着自己身体的每个部位、每个线条，自豪地说：“怎么看都好看。”蔡依林去年底推出的新专辑《Ugly Beauty》做了4年，端出来的是至今参与度最高、挖掘内心最深的一张作品。蔡依林出道至今，从外貌、身材、讲话，连穿的衣服都曾被取笑批评，但她从被骂到失去自信，到现在充满自信，走出阴暗面，每一脚步都是努力。蔡依林出道至今19年，人生有一半的时间在当艺人，也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面对无数赞美跟批评。再把时间拉近到这10年，蔡依林最大变化就是成立自己的零时差音乐，工作和个人都往前迈一大步，越发坚强，也越来越懂得轻松面对。拿跳舞这件事来说，他以前总跳得满身伤痕，不把自己逼到绝境不罢休，现在则把跳舞当成发泄、开心的事情。蔡依林说：“我在家里也会跳，跳舞是一种，现在在浴室的时候裸体跳舞，怎么看都好看，这就是幻想力的厉害。我真的会这样，裸体跳舞，我把它当成让自己开心的方式，带我脱离现实世界。” 10年前的蔡依林又歌又追求完美，不可能讲出全裸跳舞这种事情，因为她经常被骂、被取笑，丰唇被取笑香肠嘴，穿华服被说像花枝，把体操融入舞蹈更被酸是特技表演。这些负能量使得蔡依林更逼迫自己要做给大家看。10年前的花蝴蝶就让他彻底发挥完美主义精神，结果让自己太累太崩溃，而一度萌生退休念头。我以前有些情绪表达不出来，我讲不出来的脆弱感，我以前是情绪封闭者，加上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极致，让他自觉活得不像人。2012年拍摄《Muse》专辑主打歌《我的 MV》时，导演傅天余要他凝望镜中的自己，在蔡依林耳边说下你辛苦了等打气的话，让他终于打开开关，情绪溃堤，开始好好正视不完美的自己。为了求好，这些年蔡依林受伤无数。2006年的唯舞独尊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她悬在2层楼高做高空瑜伽，为了苦练鞍马伤到脊椎。2012年为演唱会彩排双人钢管舞时从高处落地，造成脊椎错位肌肉痉挛，为了表演弄得满身伤。延伸阅读。